Hello，大家好，歡迎嚟到 O2 Racing 啊！咁上一期嘅賽馬日啦，就介紹咗3隻馬嘅，分別係大番薯、泰爾穩同埋團結勇士啊。咁除咗隻泰爾穩之外咧，咁大番薯同埋團結勇士都有一個唔錯嘅表現啦。咁大番薯就順利可以贏馬啦，咁嗰時獨贏都有成26倍啊，咁非常之好分啦，仲要贏得非常之輕鬆嘅。另外我嗰條片提及到嗰啲配腳咧，都順利可以入到 pace 嘅，分別係贏最美麗啊，同埋萬眾開心咁樣嘅。另外咧，第8場就介紹咗隻團結勇士啦，咁個 pace 咧都有24蚊嘅，咁臨尾落飛都落得幾勁啦。我覺得呢隻馬咧應該潛力都仲有嘅，咁始終都係一隻4歲嘅馬啦，咁睇下佢可唔可以突破到呢個樽頸位3班再贏馬啦。咁希望就幫到大家贏錢啦，咁我都希望大家咧係中意我嘅分析嘅。咁喺度首先就想大家俾翻個 like 啦，同埋訂閱我個 channel 啊。咁始終咧我都用咗好多時間同埋心機咧去分析每一場馬，就分享啲資訊啦俾大家去聽下咁樣嘅。咁同埋觀眾朋友咧都可以多啲分享咧我條片俾你哋大家身邊嘅朋友啊，同埋屋企人去睇一睇啊，咁就可以幫到我咧呢個 channel 去成長嘅。咁喺度就麻煩大家幫一幫個手。咁嚟緊禮拜日3月22號咧就大賽日啦，打比賽，咁就會喺第7場嗰度舉行嘅，用 A 跑道。咁我就做咗少少數據俾大家睇一睇嘅。咁我哋睇一睇右邊呢一欄啦，呢一個表就係揾咗對上嗰4季跑打比頭3名嘅馬。咁右邊嗰啲數字咧就係佢哋跑打比之前出賽嘅次數。綠色 highlight 咗嘅馬名咧，就代表嗰隻馬咧血統方面咧係有2000米嘅長力根據嘅，或者喺賽績上邊喺外地或者喺香港係已經有1800或以上嘅賽績嘅根據嘅。咁你見到呢4季裏邊總共有12隻馬咧係上名嘅，淨係得2隻馬咧係冇乜長力嘅根據嘅。咁另外啦，對上嗰4屆嘅打比盟主咧，都係喺嗰季跑5場，甚至乎係更加少嘅場次。咁所以呢度咧，大家可以攞呢個數據去參考一下。咁就講今季啦，今季25去到26年啦，咁我都 highlight 咗啲馬嘅。咁綠色 highlight 咗嗰啲馬咧，血統方面咧係有2000米嘅長力根據嘅。咁其實咧見到都唔係特別多嘅。咁另外咧，好多馬咧出賽頻率都比較多嘅，例如幸運派彩啦、至尊貴寶、美麗星辰、白鷺金剛呢啲咧，其實都跑咗好多場啦喺季內。咁另外啦，10號嘅至尊貴寶咧，咁其實咧佢血統方面咧就有啲難去分析嘅。咁始終咧佢個母系方面咧係未出過賽嘅。至尊貴寶母系嘅媽媽咧就有少少嘅長力根據，咁所以呢度咧咁我就整咗個藍色 highlight，咁就當佢係有少少不明。另外 D 嗰一欄咧就係潘頓，係喺季內有份騎過嘅馬，佢亦都係有份可以揀嘅馬嚟嘅。咁其實見到淨係得3隻馬咧係有長力嘅根據嘅。而佢最終咧係揀咗隻4號嘅瑞勝人生嚟到跑，咁都合理咧。其實因為咧喜尊龍個質素咧應該就喺呢3隻有氣量根據嘅馬嚟講咧，質素咧似乎係最低嗰隻啦。另外美麗星辰咧嗰個狀態咧其實都係一般般嘅啫，始終佢都係一啲北半球嘅馬啦。咁其實佢個火候咧都係未到位嘅，所以其實潘頓咧揀翻瑞勝人生咧係非常之合理嘅。始終佢個目標咧唔係經典一哩，唔係經典杯，係打比啊嘛。咁梗係要揀翻啲有長力根據嘅馬就好啲啦。咁不過咧潘頓咧跑咗4歲系列頭嗰2關就決定咗放棄隻瑞勝人生啦。咁始終隻瑞勝人生似乎喺陣上咧個表現都唔係好乖啦，唔係好定啦，有啲生嘅感覺啦。另外咧佢都提及到隻馬咧似乎係好似季初時已經用咗，狀態咧就冇之前咁好咁講。咁所以咧，佢最後就放棄咗隻瑞勝人生啦。咁今次咧，13號嘅紫荊傳令咧，其實係符合佢嘅要求嘅。第一咧，隻馬係非常之有質素嘅，初落嚟香港試嗰幾課集咧，都試得非常之好嘅。另外咧，佢都有長力嘅根據嘅，而且佢今季出賽嘅頻率咧都唔多，今季淨係跑咗3場嘅啫，有1場上名。另外上一場跑2000咧，個形勢啊同埋嗰個際遇咧有啲唔好，就跑得唔好啦。雖然咧大家馬迷對潘頓個感覺咧未必係咁好啦，不過咧其實咧佢係一個非常之專業嘅一個騎師嚟嘅，佢揀馬嗰個眼光咧係非常之高嘅。所以我哋有時候咧就唔好同佢拗頸，我哋咧就試下喺佢角度嗰度咧諗多一啲，咁從而咧係由佢身上咧係攞到啲得着翻嚟。我覺得今季打比嘅質素咧係似乎比較弱少少。唔係話嗰啲馬嘅實力係弱啊，
係佢哋未必可以掹到2000米咁長嘅途程，有好多米都係喺1600、1800米有止步啊，例如小鳥天堂啦、白鷺金剛、標誌宇宙咁樣。咁仲有啲係淨係跑過1400，仲未跑過1800米添。咁所以我就覺得今季嘅打比呢個質素係有少少參差。咁我哋望翻呢一場馬咧，睇一睇個步速先啦。咁放嘅馬應該係數字天文啦，佢係一啲比較有口嘅馬啦，咁應該唔會留後嚟跑嘅。咁另外至尊高超會當凌會擺翻前少少啦，美麗星辰應該會擺翻前少少。嗱，咁我覺得呢場馬咧，步速主宰應該係數字天文噶啦。咁我就逐隻馬略略同大家講一講啦。咁由1號講起先啦。咁小鳥天堂咧，咁我哋望一望佢血統方面啦。咁其實頂多咧都係去到1600米嘅啫，就咁睇個血統。咁你見到咧呢度有2400咧，嗰隻係多巴先生嚟嘅。多巴先生冇係有充足嘅長力根據嘅。咁上次經典杯嗰時咧就有好多意外，第一就流閘啦，第二咧就係直路嗰時咧就俾出邊嗰啲馬 block 住咗咧，咁啊個際遇就非常差，最後就落地咗。不過我覺得呢場馬咧幕後應該係有心幫隻馬留力嘅，如果唔係咧，騎師表現咁差都唔會繼續俾翻佢騎啦。不過幕後嗰個心態還幕後心態，今次係打比大賽，我覺得長力根據咧真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因素嚟嘅。所以呢隻小鳥天堂咧，我會睇低少少啦。另外2號嘅數字天文啦，咁呢隻數字天文血統方面就梗係唔使講啦，咁一定係夠長力嘅，更加啦今季就跑咗2000米又贏埋添啊，咁所以咧長力根據咧就非常之十足嘅。呢隻馬個問題就係佢個口比較急啲啊，咁如果臨場咧佢行圈咧係比較活躍啊，比較急，咁我驚佢陣上咧會留得比較辛苦。呢排咧見佢操練都係有少少轉變嘅，用咗2課啦，一課草閘，一課普通快跳咧，就開啲快啲嘅時間，話1秒8。咁平時咧都唔會開呢啲咁嘅時間，通常都係盡量鬥慢隻馬啦，跳2段嘅時間係比較慢啲，例如58秒、59秒到啦。咁隻馬其實都係捉到跳跳扎扎嘅，不過今次咧跳呢2課快嘅，咁就走得比較順啲啦。重點就係呢課3月19號咧，呢課就撳得比之前嗰2課就慢啲54秒。不過而家咧就未有片睇，就唔知佢呢課咧就跳得好唔好。咁所以3月19號呢一課咧快跳就非常之重要啦。今次咧就應該冇乜馬可以搞佢嘅啦。之前嘅天星咧，咁係有一定嘅氣量根據先可以咁樣擺到喺前面。不過今次咧快嘅馬跟前嘅馬咧會係會當凌啊，甚至乎至尊高超呢啲馬咧，長力嘅根據比較少啲，應該咧就唔會同佢走去前面走銷嘅。所以我覺得今次數字天文咧，應該可以單騎領放，沿途嘅走勢咧係可以舒服啲嘅。3號嘅紫荊盛世咧，呢隻馬嘅血統方面咧，就真係長力係十足嘅。咁父系豪華火車去到1600米啦。咁另外母系方面嗰啲全子咧，就都係非常之有氣量嘅根據嘅，可以去到3200啦。所以呢隻馬咧，嗰個長力咧係唔使懷疑嘅。另外佢上次跑1800米咧，都係以一個非常之輕鬆嘅姿態去贏，彈甩一個馬位嚟贏咧。咁呢個已經係足以去證明呢隻馬2000米係到。呢隻馬唯一嘅問題咧，就係佢上嗰2場有機會用力過多，始終啦呢隻馬都係比較低分啲，落6分咧就慢慢爬上嚟呢個分度嘅，咁用力都唔少啊。不過正頭正路啦，呢啲馬嘅功夫咧係正常啦，排咗7檔亦都係一個唔錯嘅檔位啦。咁呢啲馬都一定要嘅。至於4號嘅瑞盛人生啦，咁呢隻馬有潘頓戲劇嘅，外咧已經跑過2000米噶啦，咁亦都係贏嘅，咁所以長力根據咧都係非常之足夠嘅。呢隻馬咧就係喘鳴底啦，第一。第二咧，陣上邊咧似乎佢係比較搶口啲，所以5棚節就安排咗佢咧就做翻啲慢嘅功夫啊。咁賽前咧亦都試翻課閘啦，跑馬地，咁試得正正常常啦，又唔係話太好，又唔係話太差。今次咧最緊要就係佢配咗田泰安啦，咁同潘頓陣上個發揮咧應該有好大嘅分別㗎啦。潘頓上次跑都搶到咁誇張，仲要係快步速1800米，今次亦都係會做一個比較中等甚至乎偏快少少嘅步速啦，配咗田泰安，咁上次隻馬快步速都搶後，今次田泰安緊韁繩，咁應該咧留得比較辛苦啲嘅。
嗱，不過佢好就好在有個二檔啦，另外佢氣量根據係非常之十足嘅，佢今季亦都用得比較少啦，咁呢一個係佢嘅優點。如果隻瑞盛人生想贏咧，其實就好睇伍鵬志個功架，可唔可以喺咁短嘅時間之內咧搞一搞隻馬個口，咁啊等到佢咧陣上面就留得舒服啲。5號8路金剛咧，嗱呢隻馬血統方面咧嗰個長力根據就應該唔係好足夠啦。咁父系方面咧去到1400，母系方面去到1600。咁我覺得啲馬如果血統方面咧長力根據係唔夠嘅，你要跑1800米贏先係可以證明到你2000米係到嘅。而佢上次跑1800米咧係慳咗條欄嚟到跑，跟住最後係輸俾隻紫荊盛世一個馬位，隻紫荊盛世仲要係沿途係蝕咗啲位嘅。咁就證明咧呢隻馬基本上係比下去紫荊盛世㗎啦。嗱，呢隻8路金剛咧，似乎1400、1600米線係比較好嘅路程啊。咁加上廖康銘個部署有少少奇怪啦。咁見到廖康銘咧都有幾隻馬啦係可以夠分係跑打比嘅，例如翠紅啊，甚至乎係晒拉咁樣啦。呢兩隻馬咧都冇跑呢兩場嘅打比喎。如果你對自己呢隻馬咁有信心，咁你梗係想多啲自己人咧係跑同場幫手噶嘛。不過廖康銘可以咁樣做，亦都冇咁樣做，咁我就比較擔心咧幕後對呢隻馬咧，似乎跑2000係冇乜寄望嘅，咁都係志在參與咁解咯。咁6號標之宇就同嗰隻8路金剛咧個狀況都係差唔多啦，血統方面咧似乎都係去到1600米又停咗啦，咁1800米咧都只係近嘅啫，咁上次都跑晒俾你睇㗎啦。不過呢隻馬同8路金剛唔同嘅就係佢今季咧用得唔多。咁佢仲有啲進步嘅幻想空間俾大家去諗一諗啊！咁我咧都會比較稱低呢隻6號標之宇宙嘅。6號嘅美麗星辰咧，咁呢隻馬血統方面咧應該係足夠嘅。父系方面啦就去到1600，母系方面咧2100，咁長力根據咧係十足嘅。加上見到告東尼咧，呢隻馬上季初嗰啲部署啦，一嚟就報1400米，代表隻馬咧起碼要去到1800米先夠後嘅，仲要初出嗰時。1400米係可以跑到個 Q 咧，對嗰時嘅3歲北半球嚟講咧係非常之困難嘅。咁所以嗰時咧，大家對呢隻馬個前途寄望咧都非常之大啦。不過隻馬始終都係啲北半球馬啦，4歲仔啫嘛。咁火候咧其實未到嘅。經典一嚟嗰時就跑咗個第3名啦。咁呢場咧就蝕咗個快步速，咁就捱到個第3名啦。咁我覺得個表現咧都算係咁上下噶啦。咁啊，上一場咧就經典杯啦，咁經典杯咧佢個際遇咧都係一般般嘅，咁我覺得呢隻馬應該要擺翻前少少，就算你蝕個步速啊，咁其實都係需要係守翻喺啲3、4位，咁始終隻馬都係偏向均速啦。不過呢場麥道朗咧就隻馬出閘係快嘅，不過始終入邊都係多馬定，佢就自己留咗喺後邊，咁我覺得咁樣嘅跑法反而冇咁好添，加上咧經典一哩賽已經係用咗力㗎啦。上一場經典杯回一回，再留力跑呢場咧2000米嘅打比咧都係唔出奇嘅。所以呢隻馬雖然咧就係麥道朗唔要嘅馬嚟嘅，不過我覺得捱到拿騎咧都唔會太差。咁最緊要係個練馬師俾到個信心我啊嘛。咁所以7號嘅美麗星辰咧一定要高度留神，呢隻馬咧應該會有翻10零20倍嘅賠率啦，一定要拖。8號嘅會當寧。呢隻會當寧咧，我覺得有少少黑馬嘅分子嚟嘅。雖然我就話長力根據咧就唔係好足夠啦隻馬，不過其實見到佢母系方面咧都可以去到1600米嘅。呢隻馬咧個狀態係非常之好啦，而且咧佢用力咧都唔係好多嘅啫。你見到佢贏啲馬咧好少咧係要孭到130以上去贏馬，而且佢每一場嘅贏馬姿態咧係非常之輕鬆嘅，冇乜話鬥到臨尾拉屎咁樣係咁齊冇嘅。都係食住對手嚟贏嘅啫。呢隻馬最大嘅問題咧就係冇跑過1600，冇跑過1800，最多跑1400，一嘢就上嚟2000米跑。咁對上一個最佳例子就係標致銀河啦。咁標致銀河又係跑完1400，一嘢增程2000米，咁最後就跑咗個第2名。我覺得呢隻會當寧咧係有呢一個能力咧，係可以跑到好似上一季嘅標致銀河咁樣嘅。咁我覺得如果咧幕後係有心，將呢隻馬係跑到最好嘅成績咧，唔會擺喺前面，應該會留喺最後邊咁啊，慳翻少少力咧，咁臨尾爆上嚟睇下咧佢個衝勢係點樣啦。至於9號嘅喜尊龍咧，
我覺得呢隻馬咧血統方面應該係夠長力根據嘅。嗱，不過咧，我覺得呢隻馬似乎個質素咧真係喺呢度嚟講係一般啲。嗱，首先啦，潘頓好早期已經係放棄咗揀呢隻馬。第二就係呢隻馬本身係紀仁安跑開嘅，咁紀仁安客傳期完咗啦，咁就去翻佢家鄉。今次要用艾少麗，如果幕後對呢隻馬信心咁大嘅話，點解唔重新叫翻紀仁安翻嚟跑呢隻馬呢？而且呢隻馬咧今次排咗一檔，今次 A 欄啊。咁呢隻馬咧，如果要跑得好咧，係留後追嘅，跟前咗咧，佢臨尾直路個衝勢應該會弱啲嘅。嗱，今次個一檔咧，未必係好事嚟嘅，因為係 A 欄啊嘛。A 欄咧內欄係好容易塞車嘅。喜尊龍咧之前跑經典一哩又係試過塞車啦，咁又要小心。咁我覺得呢隻馬際遇方面啊，甚至乎係幕後同埋騎師對呢隻馬嘅處理同埋態度方面咧，係有啲保留嘅。咁我就擺低隻9號嘅喜尊龍。至於10號嘅至尊貴寶咧，嗱呢隻馬我就唔係好識點樣分析啦。血統方面咧，咁啊父系嗰邊咧就去到1004米嘅。咁另外咧母系嗰邊咧就未出過賽，不過母系嘅阿媽咧咁就跑過啲1600啊2000米，咁都係有一定嘅根據嘅。咁所以呢隻馬咧血統方面就打個問號啦。上一場啦就跑1600米啦，咁呢一場咧隻至尊貴寶就輸俾隻喜尊龍嘅。不過呢場咧佢用力又唔係特別多。嗱，我覺得呢隻至尊貴寶咧都係黑馬分子之一嚟嘅。有機會跑翻啲前四嘅位置啦。咁始終咧巴道跑呢啲馬咧都係咧可以發揮得非常之好嘅。咁有機會咧係鏟入嚟頭4名嘅。隻馬狀態咧都幾好啊，排咗4檔，個檔位形勢亦都非常之就呢隻馬啦。咁我覺得10號嘅至尊貴寶咧，大家都可以多啲留意下。至於11號嘅至尊高超咧，咁個狀況就同會當能夠差唔多啦，長力唔多，最多跑到1004米。嗱，不過呢隻馬咧今季係跑咗好多場啦，仲要係成日都頂幫跑，咁體力咧係一定有影響嘅。另外佢上一場咧就擺明就跑輸隻會當寧嘅，咁喺度梗係呈現隻會當寧多過隻至尊高超啦。12號嘅一定超啦，咁呢隻馬咧上一次經典一哩咧我就揀咗佢嘅。嗱，因為我覺得佢血統方面咧最多都係頂到去1800米，咁我就覺得佢上一場咧應該會搏盡㗎啦。佢嗰場就跟前啦，3碟網空跟咗快步速，咁最後咧就入到直路唔係太散，咁就跑咗個第5名啦。咁我覺得隻馬黃金機會嚟㗎啦，呢場經典一哩，而家仲要去2000米啦，咁就個機會就更加遲啲㗎啦。呢隻馬都係要跑翻啲1600米啊、1004米咧就比較好啲。13號嘅紫荊傳靈啦，咁呢隻馬嗰個血統根據咧係十足嘅。另外佢都跑過場2000啦，咁不過呢場2000就最後跑得唔好，咁係有機會係個羊毛面箍咧就影響咗隻馬個表現嘅。嗱，不過今次咧就除翻個羊毛面箍，咁佢咧有機會係可以跑翻403個水準嘅。咁呢一場咧佢就輸咗俾嗰隻一生好彩。咁一生好彩咧係啲跑1600米非常之好嘅馬嚟嘅。咁可能啦，紫荊傳靈咧跑1600米未夠喉啦，咁所以就啱啱好輸咗俾隻一生好彩啦。呢隻馬咧嗰個能力方面咧已經好有驗證㗎啦，落地至今咧佢嗰啲閘咧課閘都試得非常之好啊。咁所以呢隻馬嘅適應方面咧又唔需要咁擔心嘅。馬季內亦都用得唔多啦，咁我覺得隻紫荊傳靈咧都要列入考慮範圍之內嘅。最後就係14號嘅幸運派彩啦。咁血統方面咧，呢隻馬其實最多去到1600米嘅啫，咁即係代表1800米都盡㗎啦。咁呢隻馬咧跑1800米咧，其實頂磅都試過跑得近嘅，而且佢有時候咧啲際遇形勢咧唔係幾好，都係輸1個零馬位到嘅啫。嗱，所以呢隻馬其實跑2000咧，我覺得都係有啲機會唔可以睇小隻馬嘅。我今季咧呢隻馬都跑得比較多啦，而且咧佢排咗個9檔係有少少尷尬嘅，咁所以喺個際遇同埋體力方面咧係會有少少吃虧嘅。咁啱啱就同大家分析過呢14隻馬啦，我就將自己覺得有機會嘅馬咧就分咗3批隊啦。咁第一批隊綠色啦，咁呢啲馬咧就好有，咁我就覺得最有機會贏㗎啦。第二批隊嘅馬咧黃色，咁個狀態方面咧係有少少疑問嘅，不過個底質咧應該係一啲唔錯嘅馬嚟嘅。咁第三批隊咧橙色就係啲可能長力根據咧就冇咁足，不過咧我就覺得佢哋有機會咧係可以鏟到入嚟嘅馬嚟嘅。如果再要縮窄嗰個減碼嘅範圍咧，
就要睇一睇臨場行圈同埋臨場嗰個場地偏差係點樣㗎啦。